大家好，今天要带你来看一间屏东市的车库透天，格局4房2厅3卫，已整理完毕，让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。附近生活机能超级完善，邻近超商、学校、全联，应有尽有，超级便利。4层楼的透天，家人都有各自的自在空间。大楼价就能买到整理好的车库透天，有兴趣快来电赏屋。后面还有3层楼的画面，请慢慢欣赏。先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